迎踏入 End-to-End 框嘅世界，呢一個係我哋功能教學嘅第一彈，帶你免費註冊專屬賬戶，開啟量化交易之旅。首先進入 End-to-End 框官方網站，喺右上角嘅地球圖示柱，你可以選擇最適合你嘅語言，俾操作更得心應手。一輪語言選擇嘅係一個醒目嘅免費註冊按鈕，點擊佢開始你嘅註冊旅程。我哋提供靈活嘅註冊方式，預設使用電郵註冊。如果你更偏好手機號碼，只需點擊左下角嘅切換按鈕，即可一鍵轉換為手機註冊模式。我哋支持多個國家同地區嘅手機號，等你選擇無憂。以電郵註冊為例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，點擊獲取驗證碼。幾秒之後，你將收到系統發送嘅驗證碼郵件。若果未收到，請檢查垃圾郵件箱。輸入驗證碼之後，點擊登錄，你嘅賬戶即係註冊成功，並且自動登錄。想設置密碼，以便日後快速登錄，將滑鼠移至右上角嘅賬戶名稱，點擊下拉選單中嘅用戶中心，再進入賬號設置。喺密碼選項旁點擊設置，輸入你心儀嘅密碼，確認後點擊設置即可完成。此外，你仲可以喺呢一頁面設置昵稱或者綁定手機號，俾賬戶更個性化。恭喜你嘅 End-to-End 框賬戶已經就位，量化冒險即刻啟動，之後更多功能教學即將陸續上線。End-to-End Quantnet， 你嘅專屬港美股 AI 量化助手。